心啊。嗨，麦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样吧，如果田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别着急嘛，这个合作嘛，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事儿，是吧？虽然呢，我在这儿是老总，但是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，毕竟得通过董事会啊什么的。但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刘总都要去英国跟威廉王子啊、哈利王子他们去打马球，你懂吗？明白明白。那好，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。我们想在您的马场开一个珠宝展，也把我们的广告牌子也放在您的马场内，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大，可能会要求您停业个10天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您的报价来算账。哎呀，这个停业有点不太好办，因为你知道，我们这个马场还有别的合作方，如果要是停业的话，我们得提前跟人商榷。对，我们也已经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总公司也已经同意了。为了弥补您的损失，再给您加上100万。这个我个人觉得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，是吧？但是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先出一个策划书，然后我们开会讨论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听说您这边有一个雷小姐，听说她做方案是做得非常好，如果能跟她合作做这个，我觉得最好。没问题，那预祝咱们合作成功。合作成功。田总，哎啊，啊！